国际新闻来关心，美国上大的属价航空公司进行航空，即马是宣布因去申请破产保护。航空公司表示，伫惊破产停驶的期间，旅客若是有买回程机票，同款会当用，若因员工的薪水嘛无受影响。美国上大属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营运状态还未对疫情了后恢复，伫大型的航空公司嘛拢抢在推出正俗的票价，这种竞争之下，精神航空是面对正大经营的压力。而且以来，因估计已经落超过90%，会当看出美国航空业的前景嘛是拢有市场风险。经营属价航空买20档的精神航空，是最近10几年来第一间申请破产的大型航空公司。2022年本地是计划要和星出航空来合并，所以因为捷纳航空介入破局啊。不过捷纳嘛因为反毒占的审查，加上精神航空超过25亿美金正大条债务的压力，在2023年1月宣布和精神航空的并购案破局。精神航空失去公司订租的好机会，无法度去补债务的破口。和最近的持有人达成协议了后，提出申请破产保护，接落来因公司的股票嘛会落市。根据真侪间外国媒体报道，精神航空是得到3.5亿美金的股权投资，而且甲7.95亿美金的债务转换做订租了后公司的股票。最近持有人佫会提供1条3亿美金的贷款，帮助公司来完成订租，按算伫明年第1季结束破产的定数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